每一天，无事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7，彼得前书1章6节安尼讲：为着安尼，虽然恁现在暂时还着受种种的试炼，心艰苦，恁着欢喜。三甲来祈祷，哀怨虽然受试炼，心艰苦，犹原着欢喜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对古早到现在，对现在到将来，对永远到永远，永远伫地，永无改变的全能永活上帝。主啊，你的智慧远过诸天，你的信息达到穹苍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愿敬畏你，学乐你，称颂你圣洁尊贵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伫万项事顶面来掌权。感谢你用永远的听来听阮，也感谢你稳定的手来扶持阮的性命。主啊，你是阮的避难所甲溃烂，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阮虽然现在暂时还着受种种的试炼，心艰苦，总是阮的心还要来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